感情搞赞，欢迎收看11月13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卢长珠。风台在昨暗屏东恒春登陆，是58年来头一届伫咧11月登陆台湾的风台。经过20分钟了后，就已经减弱变做热带性低气压力。气象署嘛，伫咧昨暗已经解除海上加陆上的风台警报。大雨甲一阵一阵的强风，风台12暗7点40，自屏东恒春镇登陆。正在1967年了，第一个伫11月登陆台湾的风台，验过20分钟了，暗时8点就减到上底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暗时8点半解除海陆警。在稍早8点的时候，判定它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因此我们在8点半的时候同步解除凤凰台风的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紧接着发布了热带性低气压特报，要提醒在附近的航行作业船只还是要特别严加戒备，这样的强风的情形，还有附近的浪相对还是都是比较高的。风台登陆恒春半岛沿海，自12下昼就一直拍大响，南湾的影也正大，还有一只梅花鹿立伫咧海沙坡唔肯走。梅花鹿一次被野狗追逐咬伤之后，躲到了南湾的沙滩上，受到了严重的惊吓。但由于现场这边目前风浪非常大，而且海况很差，所以是无法救援的。因为现在如果我们太靠近它，它可能受到惊吓，又会往海里面走。然后对我们的员工也会有一些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等它。自昨暗到今仔日13，风台一个消风离开的过程，东北季风又过于增强，北部是湿凉，贵人北海岸、屏东加花东，还有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大水雨，北部高屏、东半部加平湖有大雨。尤其是到了明天白天，可能在北部的山区这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累积雨量的情形。风台伫咧吹在发警报了，雨主要拢集中落伫咧宜兰的境内。东山乡2个7站的累积雨量，拢有要甲上千毫米，所有路段的雨也真惊人。东湖岭累积的雨量更加是超过1000毫米。根据气象署观测的资料，所有站11一天的雨量，甲上大的时雨量，拢只敢若输2010年梅子风台的记录。迄当阵也是东北季风甲风台强伴效应所造成的强降雨。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已经消风减弱变做热带性低气压无，不过因为这风台甲东北季风是加做伙，嘛地区讲部分地区有上大雨发生灾情。今仔日天班课的所在，敢若是花莲含台东的部分地区，包括着花莲县的万应乡、平里村含凤林镇的长桥里，啊那台东县的达仁乡是因为对外车路会无法度通行，为着学校老师甲学生的安全哦，所以托班国小今仔日是停班停课。天气报你知，风台已经减弱消风变做热带性低气压，也毋过伊的水汽搁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桃园以北有可能会上大雨，咱来看分度。目前北海岸、台东县山区已经在上大雨了，台北市山区嘛有可能会落大雨。新竹苗栗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是有可能会落地渐雨，说落去也阁有2阵东北季风哦。第一阵是对今仔日开始，北部反冷会愈明显。日时的有月高温是22度左右，啊，若愈晚是会愈冷。其他的地区呢是温度变化无介大。然后第二阵东北季风是对后礼拜一开始，时间呢是全台湾拢会反冷，可能才14度尔尔，所以就提醒民众都爱穿好少。嘉义文山柑仔类的果子种植的面积是有1000多公顷，也是当地主要的山区之一。啊，那即马拄好是采收的季节，不过受到风台的影响，虽然讲果子也未到分，农民也是赶紧采收减少损害。拄抢收落来柑仔，一箱一箱载去到农会合作社集会场，准备要来处理。文山乡是嘉义县种柑仔类水果上侪的产区，因为惊风台会造成损害，果农提早抢收柑仔，希望减少风台带来的损失。如果正常采的话，我们大概会等到再熟一点再采。可是现在已经就是会怕，因为有些已经在转色了，一转色之后会容易掉。那可能台风一大的话，那都也是掉光，那就是可能会采一些比较稍微绿一点的，就是没那么完全熟的。10月底开始是文山乡柑仔类水果采收的时间，因为风台的关系，农民惊风雨会伤到要到分的水果，所以提早开始来收成。农会合作社这边嘛加班协助农民，协助处理这采收落来柑仔。有很多农民都已经把他们的一点辛苦种下来的柑橘拿到我们集货场来交货了哈。
那目前看起来是还蛮多人有是抢收的状况哈。当然也是怕说台风进来又今年又血本无归的。梅山种植柑仔类水果的面积将近有1500公顷，今年因为丹西风台甲后来秋月特别大水雨的关系，带来真大的损害。梅山农会呼吁农业部甲县政府拢有针对柑仔的保险提供补助，农民会当来保农业保险，降低天灾带来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过来带乡亲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通过新的规定，若是车位共占上久超过15天，就会拖掉。这拖掉的费用对900块起到1500块，保管的费用嘛是一日累积，超过5天，这费率是以3倍来算。过来咱看《联合报》，全台湾大专生的压力调查发现讲，有9%的学生有认同心理健康支持服务的免费咨询，不过却敢若2成学生有咨询过。有学生就表示讲，主要是因为这服务的时间真歹约，嘛惊互人点油醋记号。过来咱看《自由时报》，宜兰苏澳饮水行政院长杜英泰昨去抗灾，宣布要甲苏澳溪分洪工程，来入去明年改善县市的河川工程计划，卖甲21亿的经费补起来。宜兰苏澳落雨叫做饮水哦，民众嘛好又讲这苏澳溪分洪都来赶紧做。行政院长杜英泰有去视察，讲这工程变更还阁不计起经费有增加到57亿外。若县府今年初有送信，行政院和相关部会当地决定，也当场宣布讲会增加21亿，嘛列入去4年1000亿的改善县市河川的工程计划。连续2天的大水雨，予宜兰苏澳溪熊涌起来溢大水，造成苏澳镇做大水。当地敢若是转去到民国99年梅期洪台的时阵，虽然今年经济部水利署就开始规划苏澳溪分水计划，但过15年啊，进度到底伫倒？天灾啊，也是人祸。人死也要再来修，因为以表示意啊那年。本地112年行政院核定专业补助54.13亿，但是因为原物料起价这因素调整经费了后，计划规定对本地113到116年修正到113到118年。那牵涉到用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扩大办理用地的征收。那么到了113年的12月，就整合修正之后，提出了一个75亿的这个预算，比原来多了21亿。这样子的一个差额，目前就是也经过包括县府、包括育儿分署、经济部的一个审查。那现在就是我们一直期待，就是说这个案子中央跟地方一起来面对。电案中央拢表态讲会加速。行政院长杜英泰视察的时阵嘛，发话讲预算无问题，现场确定追加的21亿块会纳入明年度总预算内面的4年1000亿改善县市管河川工程计划。根据资料，苏澳溪分洪道会起伫苏澳溪的中游。分洪了的溪水会经过长差不多2.4公里、直径10.2公尺的棚坑，自然排入内边海花。现场这里就是苏澳溪分洪道的新建地点，而这项工程规划预计施作的项目包含蓝河堰、防沙坝、分洪堰等项目，要将溪流分洪引流至内皮海岸的南侧出海。苏澳溪如果不能容纳这么大的水量，它会就溢到苏澳市区去。这件事情是国内大概应该是第2个透过这个分洪，然后到海里面来解决，就好像连山指分洪一样。过去为了解决家人河路造成大台北地区做大水的问题，宜山分水计划差不多6年完工启用。当然，他们承认，既然这大的雨量，若落伫台北嘛是制作袂掉，程度会予苏澳溪分水道亲像宜山分水道同款，工程愈期愈急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罗东五街和东山，因为昨日落大雨淹水，昨早起有较歇挂，也是有一寡所在这淹水是也无退，甚至有护理师为着要赶去病院上班，甲机车扛起咧竹牌啊顶悬来渡过淹水的区域，也有轿车的车牌去互大水冲去。另外，南方二的南行里发生水崩山，这土山是拢灌入去邻家厝，民众也规工拢在摒扫。大量土水对下骹冲落来，叶土石一直流，就地甲路面塌满满，下骹车路变作河，连桥街内部拢洪侵蚀灌入去。上坡处这边有黄色的泥水又出来了，然后伴随的就是那个大的石块，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从看到我进门关门那一个大概5秒钟。打困啦，惊个水个冲入来，因为这个水很急呀。
人刮到都流去啊，我你敢困？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宜兰连续几天拢落大雨，尤其南方河华山路的巷仔内10因2摆土石流，过一天日头出来，居民随开始拼。各市机具持续清扫原本被土石堵住的路面，只剩现场这些。但这次南方澳发生的土石流，有当地居民怀疑是旧苏花的山壁崩塌，从上方一路宣泄而下。同款受灾严重的，还有东山乡，就算雨势较细啊，但是积水嘛是歹退。对空翕画面田和大马家的路拢浸水，消防出动手顶船巡查，确认敢需要协助。山顶水落来是哦，抽水站容量就固定遐的，临时落来遐就抽袂完。地势较低5级同款淹水，交通受到阻挡。有护理师赶要上班，因老爸只好用竹仔船载奥多摆，人和车做伙渡过淹水区，顺利到病院。有民众的骑家水已经淹到脚踏夫，因为巴肚枵，只好家己爬船出门买便当。当中一寡所在嘛同款。里面我自己走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那个大回这边了。富东路淹水真严重，居民家具家电拢浸水，还有真侪车的车牌，互大雨冲走，车主无用得找伊的车牌。爱来过来个检讨，到底这个抽水站的设置的适当的地点在哪里？经过一暝的大雨，溪南地区有真侪所在有灾情，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虽然讲停班停课一天，都还无用摒扫。伫雨势积水退了后，排水系统都要等一个检查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华南马太岸溪规个溪水是涨起来。随着暗头大水就对大排呛入去，蛮影响的明利村。2天过去这两个月是一直淹一带，对空中翕的画面嘛会当看到，溪水是对爆发另外一边呛入来明利村，也淹去到大高山，就连万英国中也规个拢是烂土。空中翕落来会当看到马大岸溪部分溪水也是一直溢流，冲去万英乡明利村的方向。为另外一个角度，会当看到东基区爬起的爆发，要互水流介入。货柜去落水冲去，看起来真惊险。本来水有较退，12过头了后，雪谷向出现几大江水，互村民背负应付。很担心，我下来才知道爸爸在那边。对，所以很紧张，所以我们只能告诉自己说我们要动起来。前天、昨天到现在，我一直在看着自己的住家家园，已经毁灭成这样。4月厝主刚来当徛伫较悬的所在，目睭紧紧看家己厝去水淹去，心中真无奈。明利村住伫较低所在地区，为7早暗时开始，就予垃圾水一直灌入来，定定拢是清一半，又搁有垃圾水入来乱。我昨天去破口看的时候，几乎是一半是往我们这边，而现在的破口可能又加大的情况之下，这边的水量可能比河床多，不然它这边不会多了10倍。原则上，我们持续会去掏一些大型的土块来做补水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可能没办法一直有办法达到完全的效果。本来铁的江基区淡水有较低，建设临时爆发，希望会当甲灌入去明利村的落水挡掉的。另外一边，明利村重要的道路花45线嘛断得相通。山鸟来回吐同的沟啊，不过边仔的水也是真悬。泥流滚滚，可以看到溪水其实就是从这一个弯道冲出去，而工程人员现在趁着雨势稍歇的时候，正在吊挂沙包，要从弯道处来直接把这个河水堵住，希望可以减少冲击的区域。这个沙包是临时的抢修的，这些一般都是用肉粽，我们后面还有那个抢修的防汛块，万一如果挡不住，我们还有防汛块会进驻来做第二道防线。花莲县长徐正伟嘛到明利村勘察灾情，只是公所加强彻底安置作业。万荣乡公所先对于比较远端的会影响到的这个旅游天的这个客人，安置到了。这里在万荣国中旁边的台九线，可以看到这边也被泥流袭击，地板都是泥泞不堪，记者连要走路也都看起来非常的难走，而后面的工程人员也持续在做清淤的动作。万英国中内底嘛去同的沟啊灌入来，落水都是为运动场、围墙、排水坑流入来。等这边的水比较排送的完整之后，然后才有办法请工程进来帮我们再做一下清淤的部分。掌握到可能有一位孩子家里面可能是有被淹没的情况，因为风台万影响居民麻烦下落更较大的雨，相关单位嘛谨慎地防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洪台的外围环流带大水雨一带，台东县山区2天累积300多毫米的雨水量，也造成太麻里溪南华水龙填出来，溪水长去到向南川的溪头社区的方向道路。县政府是赶紧派脚踏车来挖水路，另外花东唱国大水河造成400多公顷的稻啊倒长，农民希望讲政府就要赶紧启动农业的天然灾害救助。太麻里乡向南村溪头社区居民聚集伫宝华边，看到要流到丰兴道路的溪水烦恼会流入社区。当地居民讲，800洪灾抢修了后，太麻里溪南北两环的宝华关度无同，南环较低，即摆洪台溪水无大，也无水线往南环半过宝华，县府赶紧派出怪手开挖引流水道，也准备3台太空包太平恢复，避免溪水引入社区。如果这个比较大的话，就可能会满堤过来，会造成村庄的影响。这一次的抢修过后，我们预计会在那个地方去增设相关的防洪墙，来减少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台东县落2地的大水雨，伫市区是发生有厝倒去，亲像因为附近起厝施工造成厝的地基老实，一栋70年的老厝一日就倒去。花东唱国的日记就做同款受到雨的影响，稻田发生饮水排水袂赴，关山顶甲地上乡大约400多公顷的稻啊泡倒，浸水无法度收成。农民希望政府会当启动天然灾害救助。是没办法做预防啊，我们只有看到我们的稻子倒下来而已。说真的，我们的受损率有达到中央这个补助的标准的话，是不是可以请中央能够尽速来办理？县府表示，今年忧虑洪台期间，中央已经针对台东县今年全品项受损农产品予因救助，会伫洪台过了后，对稻米受损的情况做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政治的新闻，民进党立委沈碧阳去互中国的安检查，佮威胁讲，若是伊出国就要来甲抓。但内总统赖清德就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应当爱声援。韩国瑜是要求赖总统先废除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含撤回讲中国是境外敌对敌对势力的讲法。也那沈碧阳曾表示，要因为中国恐吓就救起来，嘛去参加德国国会的听证会。作为勇敢的台湾人，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样而退缩。伫德国国会头前，家己录影片，沈碧阳讲袂因为中国要改抓就退缩。参加德国联邦议会独裁国家假资讯对民主甲人权的威胁听证会亲自作证。They also warned me just few days ago and said that I could face a global arrest if I travel abroad. And yet I'm here, I'm sitting here in Germany, and speak for my study, to speak for my country, to speak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民进党立委沈碧阳和对方立案侦查，并且威胁要进行全球逮捕。总统赖清德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爱出声来援助。从赖清德总统点这个名，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真的是自己生病让别人吃药。和总统点名爱站出来捍卫国会尊严，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自回应讲，会保护每一位立委的权益。因我也希望赖总统应该先废除台独党纲，一个撤回把对方当作境外敌对势力。台湾安全最重要的4只脚：保护中华民国，保护民主自由，维护美台关系，维护两岸和平。赖总统跟民进党打断了3只脚，不要再搞恶意的政治斗争，保护好台湾的民主自由。两岸在9·2共识的基础之下，中华民国宪法规范之下，展开和平交流、和平对话。对韩国瑜的回应，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希望唔当加破坏和平的加害人徛做伙，造成错假的国际信息。国民党立委柯武真是建议，规期由韩院长带头成立两华事务营养对策小组，负责两华对话的责任。那既然行政体系没有办法，赖清德总统觉得他没办法做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成立一个立法院两岸事务因应对策小组，来去因应这相关的事宜呢？我们尊重贵院的决定。副院长江启臣讲，民国89年不过两华事务营养小组作业要点，不过迄当阵并无运作，这嘛需要跨党派共识。去函和院长就会调集各党团协商，展现国会团结。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转到国际，法国11月13为着要纪念10年前的巴黎恐怖攻击事件，当时有超过13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总统马克龙也去参加纪念仪式。然后在12暗时的时阵，埃菲尔铁塔已经有7点光向睭人家致意。暗时天气凉凉啊，埃菲尔铁塔点到法国国旗30个灯光，纪念2015年11月13发生的巴黎恐怖攻击事件。迄暗伫巴黎加附近几个所在轮流发生爆炸、枪击加自杀炸弹攻击。A year and a lot of medicine to overcome, I would say, the most critical phases of PTSD. I remember distinctly seeing the flame out of the barrel of the gun. I remember being on the ground, and then I saw the face of that girl looking at the terrorist who is still standing and who seems unable to move, and people grabbing her and taking her on the floor.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讲，代志是因做的，是为报复法国伫咧叙利亚甲伊拉克对因组织的军事行动。迄暗9点20左右，巴黎北边的圣丹尼瓦法兰西体育场外口，第一件自杀炸弹伫立场管制区爆炸。5分钟了，伫巴黎第19个豪华咖啡馆加酒吧，庆祝邀请台人。过10分钟，第11区的豪华咖啡厅，一个9点40分巴塔克兰球场，9点53分体育场外口发生自杀炸弹爆炸，超过13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是二次大战了史上规模上大的恐怖攻击。I would say the hardest part is November the 14th, when you have to get back to normal life somehow, and the grief is still here. 亚瑟是非营利受害者协会为巴黎而生的主席。恐怖攻击已经过10年啊，真侪活来人到即马，抑阁无法度袂记迄下的压力甲情绪，因互相斗相共，勇敢的活来。13，巴黎市政厅边啊正式落成的纪念花园，会办纪念活动。花园的入口有种一丛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总统马克龙、幸存者抑阁罹难者的家属拢会参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一座地方法院大楼门口口，在11日时发生自杀炸弹攻击，上无造成12个人死亡，27个人受伤。塔利班下底的自由人党承认犯案，也毋过塔利班的高层说过讲毋是，因为总理哈利夫讲这场恐怖攻击是印度所支持的极端团体所做的，因为印度政府是回应讲这拢无影无迹乌白乱转。伊斯兰马巴德这座地方法院，逐天拢有几啊百个人出入。伫当地时间11中到12点39分，一个查甫人以自杀攻击的方式，伫法院大楼的门头前引爆炸弹，爆炸的声连几啊英里外拢听甲清清楚楚，会当看出威力有偌大。路边的车风烧甲臭火大，过路人去法院办代志的民众拢互帮着，现场密密麻麻。内政部长纳克话讲，对这监视录影画面会当看出放炸弹的人，本地是想要入去法院的大楼，但是无成功，才转甲目标锁定伫一台警察车。ये अब हमने पहली प्रायोरिटी में हम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 कि उसको आइडेंटिफाई करें वो कौन है मैं आपको श्योर कराता हूं कि हम अगले चंद घंटों में इसको आइडेंटिफाई कर लेंगे 在案发的后，极尽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旗下的分支，自由人党向当地媒体承认犯案，但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高层却阁对外来否认。巴基斯坦当局在证据无够的状况之下，第一时间就讲印度是中间人。总理沙利夫讲，这个恐怖攻击是印度支持的极端团体做的，和印度政府的发言人反驳讲，完全无证据，拢是家己编的。讲那这件伊斯兰马巴德这个自杀攻击的前一天，伫印度首都德里嘛发生造成8人无命的汽车爆炸的案件。当局并无把这个案件归作是恐怖攻击，但却甲伊交予反恐单位来调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七大工业国的集团外交部长今仔日是发表联合声明，除了呼吁俄乌战争停火，嘛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用武力改变现状，嘛对中国的军事扩张表达关心。乌克兰发生1亿美金能源部贪污的买贷。总理今仔日伫咧社群宣布讲，司法部长和能源部长是已经请辞。总理嘛指出，内阁也有加国安会提案，建议对2个涉案的人士实行个人制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伫咧众议院争取明年修改
查询安保相关文件，去互人问到核武政策的议题，敢会继续维持未使用、未发展制造等等的部分，但是伊无正面的表态。中华文雅跳步场出产的鸡卵验出有涉糖这混普尼，为着要厘清这混普尼的来源，中法院的同防署这几日啊，拢有去甲鸡调采样也检验，结果也搁伫咧鸡卵、鸡毛也搁有鸡屎的部分有验到混普尼。官府是依照违反动物用药品的管理法来加重裁罚12万，嘛继续对鸡条进行移动管制。中华同防署的人员来到鸡条准备采样，中华文雅跳步场出产的鸡卵验出混普尼了后，引起社会不安。中华县动物防疫所自初7到11拢有去鸡条采样进行复检，经过检验，结果显示也是有验到混普尼。混普尼蛋鸡管制厂复检样本再次检出，该蛋鸡场持续进行移动管制，县府动物防疫所将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加重裁罚12万元之罚款。中华县府表示，7日时针对鸡卵、水、饲料、鸡毛甲土壤检体送中央特产会检验，结果显示，敢若伫鸡卵、鸡毛甲鸡屎验出混普尼，其他检体验无混普尼。到学者指出，袂当完全排除饲料内底有混普尼的可能性。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杀虫剂，可能微量蓄积在食物里面，那从饲料里面鸡只吃了以后，它因为鸡只它长期时间累积下，它可能会有验出很微量的分普林。官府表示，10月有个针对鸡巴内、鸡肉、脂肪、鸡卵采样送检，嘛继续对文雅跳步场进行全面的移动管制甲监测，封存全部的鸡卵。目前也已经移送检调单位侦办，厘清详细污染原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非洲地震影响台湾半个月，即马全国各地的肉品市场拢已经开放拍卖。原本平均价售1公斤是103块，即马已经落到91块，跌落去超过1成，比起疫情进前的行情也搁较低。全国肉品市场经过半个月停止拍卖了后，7开始开放猪仔拍卖。7全台拍卖猪仔是28300多只，平均每公斤价售103块。前11拍卖降到25900只左右，按过价售那个平均每公斤91块，那超过1成，比疫情之前96块较低。中国肉品市场的部分。昨天的价格是91.99，比前一天100.31跌了8.32元。各市场应该都会鼓励、会劝说那个猪农秩序出猪了。至于说他们在执行上是不是能够确实？担忧啥呢？担忧，市场一定会放的啊，因为冷冻厂即马一定会放价落来啊。供货量大于需求量。婚林地龙表示，若每一摆出猪100只来算，平均价售60块，总收入都减10外万以上。希望政府应该提出更较多解决方案，或支持配套来协助地龙。这几天下来，拍卖头数介于25000至28000头左右。那在这边也是建议，农业部可以礼拜日加开拍卖日期。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要尽量请那个贸易单位不要再去外来的进口猪进来，把我们因为这个事件，大家共体来承担这个失误。婚林肉品市场表示，为稳定猪价，中央用每公斤88块补价来买冷冻猪肉。不过各地肉店肉商卖猪仔是用量出价，要安怎进行调节？互公司更较平衡，避免造成猪价崩塌，是各地肉品市场要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全台的专机户有674万的用户，最近却传出讲有民众去风头路卡的情形哦。专机户是强调因的资料无泄露出去，金管会表示专机户是已经有通报了，嘛提醒民众这来到不明的电子批唔通黑白乱点。民众到超市卖着买物件，愈来愈侪人使用电子支付，刷去互诈骗集团定调的。3年旗下的专支付有达到674万的用户，伫业界是排名第3。不过最近传出几啊件套路扣款的代志，专支付回应，甲系统安全无关，并无资料外泄。金管会表示，专支付已经通报重大有时发生的事件，17进前爱提交报告。
被盗刷什么的哈，是电子支付的问题哈，导致账户里面的钱哈被这个诈骗集团或者是这个去盗用的话。那电子支付当然要负责。针对诈团定用的钓鱼邮件简讯涉嫌证，向民众点开连接输入雇主，也是 OTP 一般性必买。王文中表示，一旦消费者输入这寡资讯团伙诈团，就袂当将这钱塞给电子支付机构。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他盗刷哦，我只有这个卡而已啊。如果有盗刷问题，可能绑定信用卡会是选项之一啊。电子支付爱绑定口座，也是信用卡才更较安全。王文中表示，只要消费者无过失，无管是绑定信用卡还是银行口座，电子支付机构拢爱负责。也毋过有治安专家建议，绑定信用卡优点除了先用后付，也加一层的保障。被盗刷可以跟信用卡那个公司做挂失这种机制，相对来讲是多了一层的那个保护跟保障。当你绑定账户，它可能就直接是扣款了嘛，那扣款其实你可能就没有类似的信用卡有多一层保护。针对安怎降低防偷漏的风险，简向在表示，特别注意来路不明的配件，银行局也提醒，若收到小单、消费金额啊、价钱数量无符合，也要赶紧确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脚踏车大厂巨大集团因为牵涉强迫劳动，和美国发布暂扣令。外国媒体调查报道，台湾除了巨大，也有16间企业红点名。咱的行政院长杜英台都会要求劳动部也有经济部都爱来全面检讨，嘛爱提出指引。巨大集团因为美国海关指控牵涉到强迫劳动，9月去予美方发布暂扣令，是台湾头一间企业因为劳权问题去予美方扣回。即阵啊，由劳团停国内一间医疗科技公司的移工去劳动部抗议，批评这间公司对移工的管理真严，甚至打入工会。劳动部承诺，若是有不当劳动行为，会依法开罚。外国媒体的调查报道讲，台湾包括巨大以外，还有16间企业唔互人点名牵涉到强迫劳动。行政院长杜英台到立法院备询的时阵，清楚表达，希望相关部会会当协助企业做全面的检讨。劳动部长洪新汉12到立法院备询。立委拢伫问，是不是设定行动指引的规范？要怎么样事先去预防，就是避免这个企业有强迫劳动的情况，怎么去辅导，要求他们改善。现在已经在研议相关的行动指引，同时在针对我们的法规的机制，在进行盘点的检讨，也许明年年初或者是1月左右可以出来。洪新汉讲，会就所有劳动条件甲保障做全面的检讨，赶紧提出指引。劳团是批评巨大互人控告，牵涉到精彩工作甲生活条件，这无农业等强迫劳动行为。不过，这对移工来讲是真日常的日常生活。劳动部明记知影问题是伫移工整体制度的结构性剥削，煞故意讲唔到重点，真互人失望。他为了一家巨大，包括后来还有几十家的改善，而觉得满意吗？为什么不是政府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法令规定，然后就是进行执法，让移工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可以像人一点？因为外国人来台湾工作的人数已经突破100万，对这代志，洪新汉讲已经有甲行政院争取正式3级单位负责跨部会整并这事项，搁得到22个正式人力，进一步强化相关的管理工作。记者采访报道。新北市的捷运万代树林线工程拜日发生公安事故，一台轿车经过保安溪大安路口，这边啊捷运工地吊起来，天公所雄雄落落来去撼到车头，加暂时无人受伤。新北市捷运工程局是依照契约，上无会甲这个厂商发大班，也嘛要求爱停工改善。透过行车记录器的画面，会当看到吊铁管的吊手转转去工地内面。这时阵2高指挥车会当通行，结果铁管雄雄落落来，一台轿车的车头大安尼互撼着，铁管嘛断作2截。这是11下晡发生伫新北市的捷运万代树林线工程的公安意外，地点伫树林的保安街大安路口。那个驾驶有稍微往右边开一点，不然他就要砸到他的驾驶座，很恐怖啊！这如果下面的是 Autobike 的话，那个人就不在了。看到民众感觉真恐怖，好佳在这个意外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实际来到案发的现场，铁管已经清除，威力嘛电放好，工地是停工接受调查。对这个事件，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会照契约还因至少6万。
以要求施工厂商负起一切的责任，开罚至少6万元，并要求厂商停工改善，全面检讨。另外，关于车辆损毁部分，也要求厂商全权负责。重点还是在于那个在现场要入场开始工作前的相关的讲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训练，基本上是不是能够落实，绝对是很重要的。对这个工安事故，学者认为讲，不管是一般的营建工地，还是大范围的捷运工程，在施作进前，雇主应该针对工安项目，对劳工来做教育训练，加强劳工的相关意识。在机械的运用顶端，尤其是需要专心操作，才会当防止工安事故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特别请交通助理员来协助开交通违规的罚单了后，这一个月平均罚单的数量是增加5成多，嘛引起民众的不满。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在咧检讨相关执勤，也佮有宽限分工进程，会暂停执行开单的工作。穿感冒色的假，伫咧台南市区内面巡逻，因是台南市政府精聘的交通助理员，因有取得违规开单的权限。自8月上线了，每个月平均开单数目增加54%，引起民众不满。台南市长黄伟哲讲，伫咧检讨相关集群也个权限分工进程，先停止执行违规开单的工作。主要目的在于协助维持交通秩序与安全，减轻第一线员警的负担，为兼顾交通秩序的维护与民众观感。对于交通助理人员的工作，本局会持续的滚动来检讨。但是民间团体认为，工作员会当减轻员警的负担，取缔违规是法定的职权，也无要求开单业者突然间限缩执法工作，对台南的交通环境有害无帮助。如果是在有争议的地方，我们应该要更细致的去讨论这些争议来自于哪里。片面的暂停交通助理员开单勤务，我们认为非常遗憾。因为我们都出去巡逻，如果说没有违规，根本单子就开不出去。然后，如果说现在是因为那个有压力的问题，我们目前没办法出去开单，但是我们还是以协助警察的勤务为主。这么全台湾6都除了桃园以外，其他5都拢有请工作员，也毋过工作的内容无啥共，只敢拿台北、台南协助违规开单。台南市交通警察大队讲，工作员毋但是协助取缔违规停车，也佫包括伫路口维护交通秩序，也佫有交通安全宣导等7项任务。市区配置工作员的辖区，伫8月到9月发生的死伤事故，也比去年同期减1.9%。记者综合报道。艺术家牛润宏投入公共艺术26年，伊教用金属结构结合机械和风力来打造互动式的装置。伊现在伫咧思考艺术要安怎和环境共生。牛润宏伫2019年调监了后，伊开始甲脚步放慢，创作嘛对雕刻来转向画图。今年牛润宏得到第44届53连奖的肯定，伊希望用创作来传达正向的能量，和民众分享伊对生命甲艺术的体会。行入很久大门，一只用金属打造的家，等咧迎接你。边叫大型的公共艺术，拢是艺术家牛润宏的作品。伊运用机械动力、透风甲透火人的手，来互作品叮当，甲观众之间产生游戏关系。规空间哪像一个互动式游乐场。这几档伊的创作对反应、反射、反应延伸到转进轮。上面它的象征有一点比较接近植物性，下面这个东西就比较有一点动物性。农家主题牛润宏创作强调，就爱有流动叮当的视觉，伊甲接机的概念带入去作品结构，起头爱先做薄瓦佮分解，透过白啊领具来甲元素连接做伙。为着要维持作品的运作叮当，伊甲团队每一步过程拢经过电脑的运算，佮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做旁金。其实创作最主要就是咧解决自我的问题啦，就是讲伊随时拢对自我有真大的助力、真大的帮助。安尼，这个创作本身就是甲你的生活、甲你的生命结合在做，
做一伙。今年68岁牛润宏，1977年对东方工专美工科出业，2002年摕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硕士学位，40岁投入史丹利做雕刻，做公共艺术创作高达26档。过去捌摕到台北美术奖高雄奖，今年嘛得到53连奖的奖项。其实伫6档前，伊捌得到大灯岩、棒棒卡布艺术创作的路，慢慢转向画图。看病的时间，伊就无法度用电脑，我就甲关起来，所以伊就安尼画安尼画。我有感觉讲伊的图甲伊的立体吼，袂感觉讲无共迄个旋转嘛吼，观念上足接近的。讲到创作的变化，伊讲咧画图的时阵，头壳拢无学白相，伊靠身体动作变化来带领伊表现艺术的模样。即阵伊甲目前咧做的作品用分形线手法，譬如像天顶的云共款，表示人生的变化，想要表现出来后观众感受。自你内心指引的是什么物件，你就自然甲留出来，安就是对啊。这种主要是爱随你的感觉去执行啦。就歹去预测讲吼，伊是要创啊安尼。啊，有时候吼想讲，伊敢若想要讲这，啊，但是吼伊做的拢毋是迄。牛润宏长期投入公共艺术创作，思考艺术要安怎参环境共生。70年来，伊豆豆转向去了解家己的内心。即摆伊用创作来实践生活意义，要甲正向的能量传达给大家，分享伊对生命甲艺术的体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今年台北国际节的主题是台北铁路，也有开摄影课，调出学员去拜访台北机场等等一寡铁道文化资产，嘛甲这个成果来规划做一个展览，希望互民众更加认捌家己的故乡。无第一个摄影作品是今年台北国际节无名月台摄影展的其中一个作品。作者讲，伊平常时就真爱翕相，就去报名顶个月国际节所举办的摄影课。课程带参加学员去看台北机场、南港台电仓库等等遮的铁道文化资产。作者表示，遮个所在平常时罕有有人去，看到这寡时代的文化资产，互伊感觉真特别，想要翕落来做记录。来看展览的民众嘛讲，看到遮个相片，也互伊想到细汉时的记忆。那边是轨道，然后需要可能火车需要转向啊，就注意到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蛮特别的，所以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在当下才会特别有的东西，就是可能仓库特有，或者是当时台电他们会需要的工具，这些等等的。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很特别，很像铃铛，可是它也不是铃铛。我国中的时候有去过44南村，就是那时候印象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们拍出来有年纪的味道。台北市国际节的主办单位文化局表示，今年是用台北铁道做主题，顶个月有邀请资深的摄影师团队开2天的摄影课，互学员甲因观察到的物件用相片来呈现。11个成果组成摄影展，现场拢总是有36件作品，希望透过这个展览，互民众对文化资产会当更加重视甲理解。学员呢有来自于年轻的伙伴，也有来自于公务人员、退休人员，还有一些工程师哦。那希望透过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民众视角，然后去阐述这个文化历史。摄影展对11月11开始，一直到12月中，拢伫各家摄影文化中心展出。文化局希望民众伫咧参观了后，通了解台北即马热力都市发展背后，这古建物对时代的进步有真侪贡献甲故事。希望互民众更加了解咱的历史和过去。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统一3个队长陈吉宪和媒体问到讲，明年3个月棒球经典赛敢有要去？伊讲有，但是要是爱看详细会恢复的状况。12月开始训练了后，就知影咯。巨蛋很大嘛，观众很多嘛，可是你的耳朵是听不到声音的，你的眼睛也永远只会看着投手，很想要去击败他。我觉得那个企图心是我就是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过的。12强冠军赛讲出致胜的3分炮，陈吉宪以一生到安尼一摆的打击来形容。跑落去同时真激动欢喜，头壳空空，无意识的做出比球衫横砍的动作。运气造就了我，而且我觉得是团队造就了我。今天没有陈威的上垒，没有林立的上垒，怎么会有我的全垒打？今天没有家珍的全垒打，怎么会让我在打击区的时候
能够就是不要这么的紧绷。是团队到运气造就家己伫国家队做队长，但结现佫较是为怀棋敢经会调，到慢慢学，到做会来。经典赛明年3月就要开始拍媒体好棋，总教练张和谷刚有打电话来。有啦，就是基本上就有询问啦。那我这边的回应就是，如果我真的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要去打，但我的伤势还在，那最主要还是要看我的伤势恢复怎么样。那其实，在前几天已经有在治疗，我们还需要等待大概快1个月的时间。但结现讲，伊想要参加 WBC， 也毋过也是爱看身体状况，在2月开始执行技术训练了后，就会有明确答案。这一摆出册，头一路就突破1万本，伊感谢大家爱好，希望看完的人会当正面看待无顺的时，重新夺起对棒球也是人生目标的热爱。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对中华鹿港来的赵文兰去意大利参加手工冰淇淋的世界赛，伊用台东的红乌龙茶做底，也佮有中华出产的蜜和意大利的柑仔，用创新的滋味摕到世界冠军。一听到家己就是冠军台湾冰淇淋之人赵文兰，甲红赛参囡仔同齐上台，接受这份荣耀，也在国旗伫会场飘扬。来自中华鹿港的赵文兰甲红赛同齐参加今年的意大利西西里岛举办的意式手工冰淇淋世界赛，经过半年的制作，选定以台东红乌龙做基底，加上中华出产的蜜，甲意大利当地柑仔，醇厚的口感。搭配淡薄仔酸的清新，呈现出特别的台湾味，也符合评审的口味。为全球50支参赛队伍中摕到冠军，这也是台湾头一摆摕到世界冰淇淋冠军。那我用的东西是我们台湾的食材，我希望让你们吃到这个冰淇淋的时候，是可以想起点什么的。就算我们的语言不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意式冰淇淋，就是可以连接我们之间的感情。赵文兰讲，制作灵感来自意大利传统的圣诞节能糕，好名叫乌龙茶之光，希望用意式冰淇淋的酥糕个面，带出台湾在地味，消息传回台湾，有味上台北府要去食。它这比较绵密，对，应该用料是很实在的。其中的制作技术，还有包括它使用的方法，都是跟一般我们做冰的冰淇淋的方式比较不一样，但吃起来在口味上、口感或者是味道上都有特别不一样。赵文兰表示，像红心芭乐、红乌龙，也是鸡卵糕等，拢是来自台湾在地食材。除了让世界知影上好的冰淇淋伫台湾，也传达真高的在地感情甲特色。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全球8成的红宝徛鹅拢伫咧地理的太平洋沿海，也毋过即马数量剩无2万只。地理政府顶个月甲红宝徛鹅列作用要断种的动物，科学家嘛呼吁应当爱立法来保护。头是乌的对目睭后壁耳仔一直到下海附近有一条白色的跨大，有的脚趾片还有斑点，这是主要分布伫南美洲红宝徛鹅的特征。全球80派红宝徛鹅拢生活伫地理的太平洋沿海，但是地理的科学家警告讲，红宝徛鹅的数量当一直在降，对顶世纪尾的45000只，已经大减到剩无2万只。到伫顶个月，地理政府已经宣布红宝徛鹅红列作特别绝种的物种。Significa bueno que si esto persiste en el tiempo, estas amenazas persisten en el tiempo, lo más probable es que esta especie pase de peligro a peligro crítico. Y de ahí hay un paso muy corto, ¿verdad?, a que la especie desaparezca después definitivamente. 有的国家会甲红宝徛鹅做观赏的用途来招揽生理，虽然国际组织已经禁止这种商业无益的行为，红宝徛鹅的数量嘛是持续在减少。生物专家点出，因目前面对的威胁，是因为红宝徛鹅主要的食米来源是木仔鱼和温仔鱼，人类过度的猎捕造成食米的竞争，加上地球暖化，或者生物的数量更加减少。另外，红宝徛鹅嘛常常因为调节人类的鱼网死亡，无就是无细日去食着塑胶粪扫，造成因的消化系统出问题，佮有快速传播的禽流感，含因的受互人类破坏，用来开采生态地顶悬真丰富的礁石藻，用来做重要的肥料。这一大堆因素，拢造成红宝徛鹅的生产率差不多降到0啊。
Deberíamos hacer todos los investigadores que trabajamos con aves marinas, ¿cierto? Y con pingüinos Humboldt, un llamado a las autoridades para que se pudiera legislar quizás por una pesca más sustentable en todos los ámbitos, tanto la pesca artesanal como la industrial, para que así también podamos convivir con la naturaleza y no solamente verla como un recurso extractivo. 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天气报道再来看各地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4度至30度，中部地区24度至27度，南部地区24度至25度，东部地区25度至28度。华东地区19度至2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